小风，给我倒杯水好吗？A 哥哥，你醒了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，昨天你喝多了，我和一小哥哥把你扶进来的。奇怪了，这个点小风为什么不在家一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要回去了，我一晚上没回去，你小风姐姐肯定等急了。谢谢你照顾我。我生病的时候也是你照顾我的。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，那是应该的。那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佳妮啊，以后啊，你少跟我妈他们那些老年人在一起，你呀应该有自己的圈子，自己的朋友，知道吗？那以后我常去找你跟小风姐姐玩，我还吃小风姐姐做的菜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嗯，你的外套。你醒了？你回来了。我明天出差，所以今天必须要回来。小凤，你这裙子真漂亮。你买东西都是成对的，我的呢？过来吧。坐下，我给你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小凤，我想穿上试试。小凤，怎么样？帅吧？真帅。小凤，你一个人买了礼服，我居然连带你回家的勇气都没有。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千万不要这样说。
叶家，我理解你。谢谢你，小风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没有跟我回去，是对的。那么多冷眼，还有刁难，你不需要去面对。我们只需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。小风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好不好？反正我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，又不是别人。小风，嫁给我吧。芬妮，你还是复出吧。你息影时间不长，观众没有忘了你。这是我能给你的。你家里给你什么条件？进入董事会，主管欧洲市场，还有以后过亿的遗产。叶波，这个钱我收下了。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，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。谢谢你。我查找了很多资料，根据记载，引进这种花的人是宋唐王朝的国师，这位国师的名字叫迦叶。这种花
如果养殖成功了，将会改变这个世界，改变人类。我试过了多种化肥都没有效果，还没找出什么原因。长生花本来就不是普通的花，使用一般的肥料当然不奏效，否则只会开花不会结果。不知道当年迦叶国师用什么方法来养殖啊？当年的迦叶国师就是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的。用鲜血来浇灌？任何人的血都可以吗？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研究的了，希望你能解决它。对了，长生花生长的地方正好是7个小暴君失踪的地方，这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有这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那7个小暴君。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欧洲国内两头飞的吗？我前几天去见芬妮了。啊？你都跟人家分手了，还去骚扰人家干嘛？说实话，大哥，我原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可我现在就是特想他。毕竟时间久了嘛，日久生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照顾他了，所以我想，请大哥你帮我照顾他。三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让我去照顾他？我又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娶不了她了，所以请大哥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先是妙莲，现在是芬妮，又轮回回来了。啊？哦，三弟，我是说，我跟芬妮是好朋友，如果她有困难呢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的帮助她。好。芬妮，哎，来了，小风，我一眼就看到你了，你真漂亮。你今天也特美啊。哎，喝点什么？服务员，你好，来杯咖啡。稍等。芬妮，你们真的分手了？您的咖啡请慢用。叶波，他还是跟家里妥协了。他这种人的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哎，小风，你要看紧叶家。我听说他现在和林家小姐亲密的交往，你要小心呢。我相信叶家，他是我上一世的爱人，他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。的确，他跟叶波不一样。如果叶家都不能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呢？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一直都认为，像你这样的女明星，
才有条件嫁入豪门呢。什么女明星啊？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概率啊，不比灰姑娘多多少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没希望了。我希望你们两个有个好结果。芬妮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算什么呀？就像叶夫人说的，我就是一只黑乌鸦。别瞎说了，谁说女人的美丽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啊？哦，我约了李欢，他可能快到了。我也好久都没见他了。简直太帅了，帅吗？哇，你好偏心啊！买这么漂亮的花送给芬妮，啊，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呢。这花送给我的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李欢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生平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对了，现在网上的新闻铺天盖地的在说你呢，每天都是头条，看得我都烦死了。说我什么？说我是超级老好人，不泡凉，不玩绿茶婊，不搞基。哎，我真不明白你，超级帅哥的决赛已经开始了，你为什么现在要退赛啊？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你呢，你的贴吧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你知道粉丝们都怎么说你吗？我给你们读读啊。啊，好好的一个帅哥，怎么要退赛了呢？李欢，如果退赛，这个节目我坚决不看了。呼吁李欢尽快重返赛场。没有李欢，生意何欢？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我有病啊！我吃饱撑的。李欢，你现在退出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对啊，我以前还一直担心你，怕你适应不了这个社会，没想到你做得风生水起的，你真的太适合做明星了。你要是放弃了，你会干什么呀？我会干的可多了，不信，等着瞧吧。哇哦，谜一样的大哥，神一样的男人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你这样的生物。还挺自信的。就是啊。说真的，李欢，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？炒股啊，现在在玩期货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加上叶波拿来的200万全都投进去了。你们猜我现在赚了多少钱？多少？1000万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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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9位数了。哇，牛啊！哎，对了，我最近买了一套庄园，很快就入住了。你们有空可以来做客呀。没问题。自己还搞了个快活林，服了你了。哎，我去他家看一下。哦，很快。你赶紧去啊！你不是做梦都想着你的陈皇后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怎么能让芬妮？我送你的花，你为什么送给他呀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吗？还用我说明啊？没有人比芬妮更适合你了，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熟悉的3张面孔之一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哎呀，没有。哎，说真的，芬妮现在可是单身，时机刚好，赶紧下手。那要是你也单身，是不是也随我选呢？凭什么？你对别的女人都比我好，我才不愿意呢。如果说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呢？你当我是几岁的小朋友啊？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我哄住了？
你像我这种老爷们儿，一点儿都不适合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公共场合呢？你以为我喜欢你啊？只是觉得你这个老朋友需要安慰一下而已。不用，喜欢我的人海了去了，不少你一个。是吗？喜欢你的人海了去了，你是不是以为谁都喜欢你啊？啊，其实你长得很一般，好不好？什么2班。什么？一般般。哎，你这张嘴啊，注定孤独终老。找你的皇后去吧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，你陪我待一会儿吧。我自己逛。哎，放手。蠢女人。看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真晦气。算了，犯不着为他生气。你跟我表哥是金童玉女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黑乌鸦？算了，珊珊，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今天非教训他一顿不可。这是200万，全是你的。跟你那样的好女人才是你的归宿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